今年第13号风台北劈甲虽然未直接影响到台湾，不过这北部、东北部地区中秋时阵是济云会落刮雨，那准备赏过年就爱看运气啊。虽然今年中秋无连假，不过高公局预告讲，这国道路南车上界济时阵是拜六礼拜。拜六的早起，也那这东部交通的部分呢，这苏花公路放落来在海路段，虽然已经抢通，目前一天敢若开放3个时段通行，也因为中秋的关系，拜五暗头开始暂停管制。怪手持续咧清理放弃的土，车路会当通行了后，总地管制站每一天要是依次3个时段开放通行。不过因应中秋假期，拜五下晡开始会暂停管制，到中秋过。9月13号下午5点，就是礼拜五下班以后就开始不管制了然后一直到那个18号上午8点，意思就是上班日上午的8点，这段时间都不管制。我们当然是希望不要管制，是对我们最好。但是你一定要管制的话，我们也是要配合他们。国道交通的部分，高公局估计后礼拜一可能有袂少人会请假，就会当为拜六开始连续4天过中秋。估计拜六早起，高速公路路南的车流上多。整个形态来看，它可能是一个类似4天连假的状况，因此车流的高峰就是会在周6的部分。那预估交通量会到100万车公里，大概是平日的1.2倍。今年第13号风台北劈甲，目前在菲律宾东边持续增强，估计礼拜挖进日本琉球，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礼拜开始北部、东北部有在渐雨。中秋迄天，北部、东部也是会受到大气压带影响。东半部包括恒春半岛这边的话，云量上偏多，而且比较会有短暂阵雨。那在赏月部分的话，可能就需要碰一些运气。因应中秋假期，大体高铁拢有加开车帮来疏运。高铁表示，目前中秋迄天早起上北的车还佫有座位，若疏运的期间，车头拢会加派人力，必要的时阵会启动人流的管制。若大体的部分，西部甲东部干线，长途的列车各时段拢还佫有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